Hello， 大家好啊！我係樂基節嘅 Samuel 啊，咁今期咧就帶大家嚟到呢一個中山嘅火炬開發區啦，咁亦都係距離深圳、距離深中通道最近嘅一個中山嘅市區嘅地方啦。嗱，咁大家其實睇我身後邊嘅呢一個商圈咧，咁就叫1+1嘅商場嘅，咁佢樓上咧好多嘅一啲食肆啦，同埋一個 KTV 啦、按摩啦等等嘅一啲商業街咧，其實全部都係有噶啦。咁同樣咧，呢一個商圈咧，其實亦都係火炬開發區嚟講咧，係會比較旺、人氣比較足嘅一個地方嚟嘅。咁其實呢一個地方嚟講嘅話咧，火炬開發區咧，其實點解話可以講緊嘅係中山咁市區啦，市區咁多年嚟講咧，佢嘅一個 GDP 咧，長年霸榜中山市嘅第一啦。其實呢一邊周邊嚟講嘅話咧，佢嘅一個企業啦係非常之多嘅，即係可以講嘅係超50家全球啊前500強嘅企業啦，同埋超500間一啲知名嘅企業咧，全部都係喺呢一個地方噶啦。所以其實呢個地方嚟講咧，無論係長住人口又好啦，又或者係外來人口都好啦，佢同樣亦都係全中山市區嚟講咧，係會比較集中嘅一個地方嚟㗎。而且呢個地方咧，可以講緊嘅係高薪企業係非常之多啦。啱先都講到超過500間啦，所以佢呢一邊嘅工作嘅人群咧，可以講嘅係佢嘅一個收入嚟講咧，可以講係會比較高嘅。即係喺中山其他市區嚟講，佢嘅收入咧，每個月平均嚟講咧，啲我哋叫高薪人才啦，都係去到2到3萬蚊一個月嘅工資起步噶啦，係啦。所以其實呢一邊嚟講嘅話，佢嘅一個消費力啦，包括嘅一個消費嘅群體啦，都係會比較多嘅。所以其實你睇下啦，今日我哋禮拜二嚟講嘅話咧，嗱都咁多人喺度行啦，停車場啊都泊咁多台車喺度咧，你就知啦，呢邊嘅人流係有幾咁足夠啦。咁今日咧嗱，就帶大家嚟到呢個地方，就睇一個咩產品咧？睇一個依家嚟講係最火爆嘅一個產品啦，23萬8，你就可以入手呢一套30平方嘅一個apartment嚟噶啦，係啦。咁佢現在咧呢一個屋苑咧有咩好咧？而且係帶租約出售嘅，係啦，帶租約出售，每個月你收租咧係可以去到2200蚊嘅保底俾到你，你冇聽錯啊！23萬8總價，你每個月嘅收租係可以去到2200蚊一個月嘅一個保底嘅，係啦嗱。咁其實呢個地方咧，除咗啱先我哋睇過呢一個商業街之外啦，嗱，攝影師可以個鏡頭可以往前邊影嘅，前邊呢一度咧就叫上東里啦，咁有 Starbucks 啊、KFC 啊，同埋一啲宵夜街啊、一啲飯市啊，其實咧全部都喺晒呢一帶噶啦。所以其實呢一邊嚟講嘅話咧，無論你係行街睇戲食飯都好，已經係全部現成噶啦，可以滿足到晒你日常嘅所有生活需求。基本上依家喺呢一邊工作嘅人群咧，大多數咧佢住嘅地方咧都係喺住翻呢一附近嘅，因為落到樓下我咩都可以滿足到晒，而且咧佢呢一度咧仲係會有一條翻香港嘅一個直通巴士係已經係開通咗噶啦，係啦。所以其實呢一帶嚟講話咧，我哋好多年前啦，即係比如4-5年前啦，其實買咗呢一個區域嘅好多香港朋友啦，佢而家咧喺呢一度咧，我無論係搭巴士，即係搭呢個直通巴士翻香港又好啦，又或者係我搭船翻香港咧都 OK 嘅。所以話佢呢一邊嘅一個交通嚟講咧，無論係針對翻我哋嘅一個呢度嘅一個人群嘅出行啦，又或者係對應翻我哋好多香港街坊、香港朋友嘅一啲翻來往香港嘅一個路線啦，依家嚟講都已經係開通晒㗎啦，所以出行啊各方面交通都係四通八達啦。咁其實呢一邊嚟講話咧，其實有個重點啦，我相信其實好多朋友咧其實都唔係好清楚嘅，呢一邊係有條地鐵線路嘅，就叫做廣州地鐵18號線，就喺呢個商場嘅後邊，係啦，而家係起緊噶啦。咁政府嘅紅頭文件頒布咧，最遲係要求要喺2028年之前就會正式通車噶啦。咁今年咧呢條地鐵線咧就會通到過嚟呢一邊。咁下一年今年25年啦，下一年到2027年咧就會
貫通晒全中山嘅呢一條地鐵線路啦。咁2028年之前咧就可以正式通車啦。咁其實呢一條地鐵線路咧，其實表面嚟講啦，可以講緊嘅係我日後嘅出行咧就會更多選擇啦，更加方便啦。我無論係去翻中山嘅每一個市區又好啦，又或者我去翻廣州、去翻佛山呢一啲地方都好啦，呢一個都係一個出行嘅一個方式，更加方便。之餘，其實呢條地鐵線路咧，對於好多有投資經驗嘅朋友嚟講咧，呢一條地鐵線路就係一個黃金地段啦。有地鐵同埋冇地鐵嘅城市咧，係差好遠嘅。因為如果早期咧10幾年前有個投資經驗嘅朋友嚟講嘅話咧，都知道一條地鐵開通咗之前嘅價位，同埋開通咗之後未來嘅一個價位係差得有幾遠。係啦，所以呢一邊嚟講嘅話咧，佢現在呢一個我哋叫今日去探嗰個屋苑咧，就叫做港航匯啦。咁佢同樣咧，亦都係喺呢一個地鐵上蓋嘅一個產品啦，一個物業嚟噶啦。所以其實佢而家嚟講，23.8萬帶埋租約，有埋全部都係現樓啦，有埋個紅本俾你啦，即買即收樓啦，即收租啦，而且仲係帶露台可以明火嘅一個產品，23.8萬，包埋你全屋嘅家私家電，你咩都唔使買。咁每個月你俾呢一個總價出嚟，每個月喺屋企唔食，即係喺屋企瞓住啊，保底都可以收到2200蚊一個月嘅一個收益啊。係啊，所以話佢現在嚟講呢一個售價，呢一個收益係真真正正可以保底，係可以做到6厘到8厘嘅呢一個收益。其實對於好多人嚟講，想投資嘅，唔想抌咁多成本嘅，又想日後有升值空間嘅，日後賣翻出去轉手更加容易嘅咧，嗱，可以今期節目咧就一定要睇一睇呢一個屋苑啦。咁事不宜遲啦，我哋即刻帶大家上樓睇一睇佢嘅戶型，佢嘅送嘅家私家電係點樣嘅先。嗱，即刻上樓。OK， 咁我哋而家咧就上到嚟去呢一個示範單位呢一邊嘅啦。咁啱先都介紹到啦，其實呢度周邊嚟講嘅話咧，佢嘅一個包括一個商業街啦，同埋佢嘅一個地理位置其實非常之優越嘅。因為點解咧？因為你如果按投資嚟講嘅話咧，你首先第一個，你周邊一定要有產業啦，同埋要有人群啦，先可以支撐到你呢一個片區嘅一個租金租值，同埋你容唔容易租出去嘅一個概念啦。咁首先嗱，呢一邊其實嚟講嘅話咧，成個火炬開發區咧，可以講就係中山市區入邊啦，每一年佢嘅 GDP 嘅產值係排喺全中山 No.1 嘅第一個嘅，所以佢呢邊咧係會有超過500間嘅一個企業龍頭企業喺晒呢一邊，同埋超過50間嘅呢一個世界500強嘅呢一個企業，全部都喺晒呢一個片區噶啦。咁所以話住喺呢一邊嘅人，其實好多即係我哋簡單啲嚟講，就係一啲高科技嘅一個人才啦。咁其實喺內地嚟講嘅話咧，佢哋嘅一個收入咧，全部都係會比較可觀嘅，即係去到2-3萬一個月咧，其實係非常之正常嘅呢一個收入。所以其實對於佢哋嚟講嘅話，第一生活質量咧就一定唔會差噶啦，係啦。咁我寧願話我住細少少，我啲裝修啊或者我周邊啲環境啊，我都要非常之新淨嘅，即係我唔會住翻啲舊樓啊樓梯樓嗰啲就唔會啦，係啦。所以其實睇翻呢個成個片區嚟講嘅話咧，嗱，包括第一個有晒產業啦，有晒人群啦，跟住嗱下邊咧，佢呢一邊咧仲會有啱先都講到嘅一個地鐵上蓋嘅一個物業啦，咁而且佢仲會有一個可以搭船翻香港啊，翻澳門啊，或者翻深圳啊一個航線啦，跟住第三個仲會有一個巴士係可以直接翻到香港市區，或者係你中意去深圳嘅就可以翻到深圳嘅。所以話其實呢邊周邊嚟講嘅話咧，交通商業配套樓下商業街咩都有齊晒㗎啦，你已經係可能真係講真嗰句，我住喺呢一度，我所有全部都係完整嘅。咁咧嗱，我哋睇翻23.8萬呢一個價錢可以俾到啲乜嘢你先嗱？呢一個咧，呢間咧就係30平方㗎啦，咁咧就係帶一個獨立嘅洗手間啦，乾濕分離嘅一個洗手間啦，跟住出到嚟咧，你而家見到嘅所有嘢全部都係包含喺23.8萬入邊噶啦，即係你23.8萬你買到嘅全部
都有一模一樣啊！包括1.8米嘅一個大床啦、電視啦、冰箱啦，跟住仲帶一個露台嘅喎，仲會帶一個生活露台啦。出邊呢一個洗衣機啦，入邊獨立嘅一個廚房啦，而且仲可以明火嘅喎。仲可以明火㗎，咁其實縱觀翻成個中山市區嚟講咧，你講緊嘅係如果我係呢一種投資型嘅一個產品咧，我又帶露台，又有呢一個獨立嘅一個廚房，又可以明火，好少見，真係㗎，其實成中山嚟講好少見，而且23萬發呢個價錢帶埋租約俾你，而家每個月收租保底去到2200蚊俾你，20幾萬嘅嘢，你每個月保底都有2000幾蚊呢一個收益，呢個收益真係非常之可觀啦。嗱，咁呢一個咧就係佢主要就係攞嚟投資嘅一個戶型嚟㗎啦，俾酒店嘅一個戶型嚟㗎啦。咁隔離咧，佢仲會有一個係自住嘅戶型嘅，即係如果你諗住話，我翻嚟內地，我自己一個人住嘅，唔想住咁大，唔想搞衞生嘅情況下咧，呢一間咧佢就設計到俾你就係一個封窗嘅，封窗嘅設計就係自己住嘅為主嘅。咁其實佢戶型啊、面積啊，全部都係一模一樣噶啦。咁唔同嘅咧就係佢呢一個分佈咯，床啊、梳化啊，同埋佢呢一度就封咗窗啦，成個露台封咗窗啦，跟住獨立嘅一個廚房啦，可以明火嘅一個廚房啦。係嘛？呢個就係自己住嘅一個戶型啦。咁但係咧，其實我覺得呢種戶型嚟講嘅話咧，你如果自己住咧，我覺得會有啲細，係啦，會有啲細，有啲逼傑。咁其實正常嚟講咧，其實喺內地咧，多數以投資嘅性質咧，住呢種戶型嗰啲人咧，多數都係租嘅為主嘅。就好似我本人我自己16年、15年、16年嗰陣時咧，我自己一個人嗰陣時都係租翻呢一啲公寓嘅。當其時喺西區咧，我租呢一種都係30平方呢啲一房嘅呢一啲公寓咧，都要去到1600、1700蚊一個月。你諗下，當其時15、16年都要1000幾蚊。咁而家物價每一年都上漲緊，每一年都通貨膨脹。咁而且呢一度仲要日後係地鐵上蓋嘅一個物業，咁而家酒店放心交到俾你，每個月保底去到2200嚟講嘅話，其實佢每個月租翻出去都唔止2200呢條數，個個都有錢揾嘅，係啊。嗱，咁事不宜遲啦，咁就帶大家落去睇埋佢樓下嗰個園林先，因為咧佢呢一度嘅呢一個屋苑嚟講咧，佢唔係一啲單體樓嚟嘅，即係佢唔係話一棟兩棟，我上樓就係屋苑，唔係嘅。佢樓下咧仲有園林嘅，帶大家落去睇睇先。OK， 咁我哋而家咧就落到嚟樓下呢一邊啦。嗱，攝影師可以影呢一個樓下嘅環境嘅。呢一邊咧就係園林啦，出邊呢度咧就係出入口嚟嘅。跟住隔離呢一度咧仲會有別墅啊，呢一棟全部都係獨棟嘅別墅啦。咁佢依家咧呢啲別墅咧，佢係唔賣嘅，佢係內部單位咧俾內部人消化晒㗎啦，所以佢呢一都唔公開發售㗎啦，都已經賣晒㗎啦。跟住呢邊仲有個嗰個停車場嘅出入口啦，全部都係做地下車庫㗎啦。跟住咧，其實嗱，我影翻隔離呢一邊啦，呢一度咧其實就係佢呢一個屋苑嘅一個住宅嘅一個地塊嚟嘅，咁就全部都入住晒㗎啦，收晒樓㗎啦。咁其實咧apartment公寓嚟講嘅話咧，就得呢兩棟。啱先我哋睇嘅咧就係呢一棟平層嘅30平方嘅一個公寓產品啦。跟住隔離咧呢一棟仲有一棟嘅，就叫綠棟啦。咁其實呢一棟咧，我哋啱先就冇上去睇過啦。咁其實呢一棟咧，佢就唔係做平層嘅，佢全部都係做一個複式嘅 loft 嘅產品啦，4米5層都係做2層嘅2房嘅一個單位。咁但係咧，點解冇去睇咧？因為呢一個單位嚟講嘅話咧，目前下係冇租約嘅，即係佢你買咗，你只能夠自己租，又或者我哋幫你去租，咁佢就唔會話好似我哋啱先睇嘅呢一個平層單位咁樣，係帶埋呢一個租約出售嘅，就冇嘅，係啦。嗱，咁我哋其實攝影師可以影翻呢一棟啦，其實佢樓上咧，入住率其實都非常之高嘅，你睇下佢2樓、3樓、4樓、5樓呢一啲，係咪啊？全部都住晒人嘅，因為咧佢現在咧帶租約出售咧就係2、3、4、5樓係帶租約出售嘅，跟住一路去到往樓上去嘅話咧就暫時咧就未有租約出售嘅，所以現在嚟講嘅話咧，你而家現樓一入手就真真正正係可以講緊嘅係
即買即收租，係啦，因為佢呢一邊嚟講話咧，依家23.8萬呢一個價錢，加埋保底加埋分紅，你每個月嘅收租係可以去到2200蚊一個月嘅，咁其實計翻落嚟嘅回報率咧係非常之可觀嘅，係啊，即係其實你按佢回報率最低去計算嘅話咧，每個月都有6厘到8厘嘅一個回報率，係真真實實係俾你收得到嘅呢一個回報率，係啦。所以其實你話23.8萬呢一個價錢，比起佢以前，因為佢哋以前咧賣緊大概係咩價咧？37萬同埋42萬之間嘅呢一個價錢，即係我就會覺得係會個價係會偏高嘅、偏貴嘅。咁佢現在帶埋租約，無論係2樓又好、5樓都好，咁你租翻出去，其實你每個月嘅收益你都係同樣嘅一條數，係啦，你嘅回報率一樣都係咁高。所以其實呢一邊嚟講話，其實而家佢23.8萬帶埋租約，又帶埋露台，又可以明火現樓嘅一個階段嚟講話咧，我覺得係非常之值得你去入手嘅。咁你如果係有考慮上一啲低總價啦，我低成本啦，我主要考慮投資嘅朋友咧，嗱可以過嚟睇睇呢個屋苑啦，考慮下呢個屋苑啦。因為呢個屋苑咧，除咗目前嚟講佢現樓啦、帶租約啦、回報率高之餘咧，其實最重要一點就係咩咧？就係佢係屬於一個地鐵上蓋嘅一個物業嚟嘅。係啊，咁你其實講真句，我一個地方我越靠近地鐵口，其實我嘅租約，即係我嘅租價、租金、租值，又或者係我日後嘅賣價，都係會比其他地方係會高少少嘅，即係高幾多就唔知啦嚇。總之一定係會有呢一個差別嘅。有地鐵同冇地鐵咧，其實真係差非常之遠啦。係啦，嗱咁如果有興趣想了解更多嘅資訊嘅話咧，就可以掃我上邊嘅曲啦。同埋如果我覺得我今日介紹得好嘅情況下咧，嗱可以點我下邊嘅關注啦，同埋點着隔離嘅一個鈴鈴啦。咁下期咧有更新嘅節目咧，大家就可以收到最新嘅一個資訊啦。咁今期節目咧就到呢一度啦，咁我哋下期節目再見啦，拜拜。